沈子豪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快开门。沈子豪，沈子豪，沈子豪，开门！我们找了你一个晚上，你手机也关机，音乐工作10年没回去，你知不知道大家都很担心你啊？这个世界上最关心我的，跟最爱我的，都已经不在。还有单总啊，还有你姐，还有我们大家都很关心你。我不需要你们的关心，你走吧。我留下来陪你吧。怎么样？怕我死了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死不了。他们就这么走了，什么话都没说就走了。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还在吵架。他们就这么走了。我知道，虽然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，但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要振作，你还有我们大家，你不是一个人。好，你知道他去哪里？不让你管。临近会场之前，叔叔还给我打电话，我都没好好听。没想到，那竟然会是他的最后一夜。生死无常，发生这种事情，大家都不想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就剩下子豪和星星是我的家人。你不是还有我？你能不能帮我把子豪找回来？他电话一直关机，我真的很担心他会做出什么傻事。我去他的音乐工作室看过了，没找到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他。你们，你不能一味地沉浸在伤痛之中。现在最重要的是2位老人家的后事。我已经安排了葬仪公司帮忙处理。快接啊，可能是子豪的消息。喂，林轩。
赵熙，那个沈小姐在你旁边吗？你赶紧让她接下电话，我有急事。她在我旁边，你等一下。喂，黎轩，怎么了？沈小姐，子豪刚才情绪很激动，他突然跑出去了，我怕他出什么事儿。我现在打了车，正跟着他呢。你能不能过来一趟啊？你们在哪里？我马上过来。师傅，麻烦您快一点，看紧那个红色的车好吗？我就不信没有你的钱，我专辑出不了。每次都拿钱来吓我，哎，这个家我待不下去了。你们听好了啊！我就是死了也不会给你留1分钱的。好啊，你死了你也别分给我。哎呀，行行，你爷俩干嘛呀？这是啊？这过个生日，他妈死啊不死啊，呸呸呸，多不吉利啊！你不是要走吗？你走啊！你走了就不要再回来了啊！从此以后，我们父子恩断义绝。你干嘛？你知道这很危险。叫你不要管我，你听到没有？你先起来啊！你这，快我起来！死了不关你的事。子豪，子豪，走开！子豪，黎轩，子豪，子豪。刚才做了一个噩梦，我梦到你们出车祸了。子豪，你还好吧？我是你姐。如果刚才那个是梦，我真希望我不要再醒来了。你别这样，我会帮你安排好一切的。叔叔婶婶的后事，还有叔叔公司的债务。什么债务？我也是刚刚才知道，叔叔的公司
陷入了财务危机，在外面借了一大笔高利贷。不可能！你别这样，你先休息一下嘛。你放心，我会帮你处理好一切的啊。是我没用，是我没用。你别这样说。沈先生，你怎么样了？沈先生，沈先生！很小的时候，我妈妈就走了。当时我爸跟我说，对死了的人来说，活着的人能做的，就是好好的活下去，为自己的理想活下去，让逝去的人的生命也一起活。当时我还小，根本听不懂。但是后来我爸爸也离我而去，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时候，我突然间就明白了。所以现在看到子豪这么伤心，我真的很心疼。所以我必须要让他走出阴霾，好好的活下去。如果痛苦伤心能够解决问题的话，那他继续伤心下去吧。但是如果不行的话，为什么就不能擦干眼泪，好好的活呢？一曼，看到子豪现在的情况，我就能想象你当时的痛苦。其实你的痛苦比他还要强烈。如果那个时候我在你身边就好了。我的亲人一个一个离我而去，先是我妈，然后是我爸爸，现在又……别说了，我明白的，我一直在你身边，支持你。谢谢你。如果子豪真的不能从痛苦中走出来，不能够继承叔叔的产业，那就只能由我这个姐姐来帮他扛下来吧。子豪有你这个姐姐，真好。我只是不能认输，不想看到长辈的家业被毁掉。我明白，明白。
堂。你来干嘛？这我住的地方，我来干嘛？当然了，欠了合同了吧？当初是你说要搬走的，现在赶都赶不走啊！你别喝了，不用你管。你振作点行不行？不关你的事。你觉得叔叔阿姨会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吗？我再说一次，不关你的事。我现在不想跟你吵架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在这你就别想喝酒。你别管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真以为你是救世主啊？离我远一点。单总，郑总，你这测验怎么写的？错误百出。对不起啊，单总，我那个英文水平不要给自己找借口，这跟水平无关。你看看这里，你改了这么多次，就证明你心不在焉。这些题目你再好好看看。先跟我过来。3秒钟之后告诉我这葡萄的品种。赤芽珠。错。没错啊，上面都写着赤芽珠啊。那是 C 哈，瓶子我已经换了。我知道你担心子豪，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集中精神。你的品酒师资格考试就快要开始了。对不起啊，我最近状态不太好，老是走神。子豪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有些事他必须要学会独自承受。我知道，可是现在是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不能现在不管他。几个月以后的雅克酒庄归属之战才是你应该要关注的，其他的一切都跟你林轩无关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那我现在可以下班了吗？晚上有一个重要的饭局，你来当品酒师。哎呀，我说谁这么大手笔，一下包下了我的餐厅，我就知道肯定是丽丽你。哎呀 ，My God！ 我怎么又看到你们的姓氏的？我怎么在哪儿都看到你这个跑跑哥？你还没被抓进监狱，还是被放出来了啊？呀呀，要不是因为善丽，我怎么可能到你这儿来啊？你看你这装修的，怎么这么俗啊？还不是因为你进来了，我这才显得这么俗不可耐。我来。你们可不可以不要一见面就吵？我只是请施政帮我介绍一个人而已。介绍一个人，他能认识什么人？他认识都是那些自吹自擂的货色。李丫头，离这种人远一点啊，小心一点的。李大叔，你误会了，我们是那个罗先生让我们在这里来谈个事儿而已。罗先生，罗威，认识吗？有机会接触吗？罗威？难道是那个大美食家罗威？大美食家罗威没什么了不起的，还没什么了不起。你们知道吗？
这个美食家罗威就好像是我们红酒界里的孟德汉，啊，他不仅对菜品要求苛刻，而且他喜欢的口味也非常的古怪。他可以使一家濒临倒闭的餐厅重新的起死回生，或者使一家餐厅变得只剩下打苍蝇的时间。哇，他简直是个又可爱又可恨的老家伙。难道仅仅只是跟你们谈事？到我这儿来，我得准备准备，我准备准备。先生，请。罗威先生，哎呀，久仰大名，荣幸之至，您的到来使小店蓬荜生辉呀！罗先生，来，这边请。荣幸之至 ，Welcome。这位就是碧翠的单总。罗先生您好，我是单丽。我是李海洋，我是这儿的老板。赶紧上菜去。哦，好的，稍等，来，兄弟，来上菜。来，请坐。好，准备菜，快。我是要来找一种味道。什么味道？这种味道应该是一种很熟悉的味道，清静而恬静，每天都萦绕心头。我又说不出它究竟是一种什么味道，所以啊，我每天都会到处走走，碰运气。您不用到处去碰运气了哦，我给您介绍一位嗅觉天才，林轩。既然林轩这么厉害，那应该能找到罗先生需要的那种味道，对吧？这个要求太高了，可能是强人所难呐。哎呀，不难，这个对于他来讲简直是一个太简单的事了，是啊。啊，对，那个我可以试一试，说不定我可以找到呢。真的？哦，对了，那您能不能就是以后多到这来，教一下他怎么做菜，就是提升一下他做菜的水准，这样我们就会更快的找到了。这个没问题啊。今天的菜呢，应该还有一点小瑕疵，不过呢，整个过程都很愉悦。我会把今天的感受写到我的美食专栏上。谢谢罗威先生，谢谢。好，请。谢谢。你叔叔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。子豪他现在怎么样？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了，对子豪的打击很大。他到现在还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。明白。失去亲人这样的事情，会让我们经历非常痛苦的心理危机。我们不
不能相信到激动、悲伤，可能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够真正的接受这个事实。你是有过这样经历的人，把你的感受跟子豪分享一下吧，帮助他尽快走出来。你说的没错，我是有这样的经历，但其实我自己也还没有从这个悲伤的阶段中走出来。不过，我会尽我所能，帮助子豪快点振作起来。其实你也不用太担心，经历了这样的事情，他会更快的成为一个男人。你怎么赶都赶不走啊？我说了我不会走啊。你不要管我了，好不好？你如果有空，你就管那个赵什么心的，你不要管我了，好不好？别扯到他身上去，好吗？怎么样？我就是这么讨人厌，不高兴你走啊！你有什么就发泄出来吧。你满意了没有？你满意了没有？别剪了，我叫你不要剪了，你听到没有？有些东西碎了，就不会回来了，知不知道？不要剪了。有些东西错过了，就不会再回来了。也好，都发泄出来吧，这不是你的错。我如果没有跟他们吵架，他们不会死。我如果没有跟他们吵架，他们不会死。
各位都是我叔叔公司的大股东。自从我叔叔出事了以后，公司面临很大的危机。大家都跟随了我叔叔很多年了，都是他公司的大元老。我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他的儿子沈子豪，他将会接替我叔叔的位置。那个公子哥，他能做什么事儿啊？他只钟情于音乐，哪里会经营公司？我听说他痴迷的是女人，这女朋友换的比衣服还勤呢。一曼，那就别费劲了。我们几个大股东啊，打算把公司给解散了。解散公司，这也太可惜了吧？这对你们来说也是一种损失啊。我希望大家可以慎重的考虑一下，如果真的非要走到解散的那一步，我也希望各位股东可以考虑跟我们盛美家合作，把这份业务关系维持下去。可是，碧翠酒窖已经跟我们谈过了，他开的条件很好。如果要我们解散，起码也要开出比碧翠更好的条件。这你大可放心，我们沈家做事的声誉，你们一向知道。无论单丽她开出什么条件，我们照办，甚至比他们更好。希望你们可以给我们盛美家这个机会。那这样吧，我们几个呢回去商量一下，完了给你答复。好，李玉，送各位出去吧。姨妈，这个时候拉拢你二叔的股东过来，会不会不太合适啊？毕竟你二叔才刚刚过世。私人感情不应该左右工作上的事，我只是公事公办。可是也不急于一时啊，你这样做会让大家觉得没有人情味，是不是？在这个尔虞我诈的商场上，我不拉拢他们，单丽也会。你刚刚也听到了，他已经跟他们谈过了。这些大股东都是经销点，都是客户群，与其将来变成竞争对手，不如我现在就拉拢他们，对不对？我无法否认你说的是事实，但是从个人的感情上，我对你这种做法有所保留。当然，在私人的角度来说，我非常尊重和认同你的观点，但是工作毕竟是工作，私人感情不能混为一谈。沙滩上，不知不觉开始幻想成长了以后，谢谢你陪我到这里。才发现一切都不是那样。我要你帮我做个见证。往前飞，却看不清方向。站在辽阔的海边，望着汹涌的海面。哎，你干嘛？你疯了！我想丢掉过去，这代表我的决心。不是，那你也不用把电话丢了吧？里面有我电话号码哎，你再也不想跟我联系了吗？那表决心也不用这样，这要是你自己的态度嘛。有你在我旁边，我就不怕你丢了嘛。好险，他命大，没被你丢海里。哎，这个还在啊？没用了吧？哇，你干嘛？你丢了它干嘛？本少爷送的东西，说退就退，退了就没了嘛。我说你少爷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啊？那都是钱买的，你知道赚钱多难吗？你以为钱都是从风里刮来的？哎，等一下嘛。等我一下嘛，不要生气嘛！你看，这什么？我上次老梗还在用啊。不是嘛？那你戴一下嘛，戴一下嘛。那你到底要不要嘛？拿来吧。那我帮你戴啊。我先声明啊，这是好哥们的礼物。
带来就不许拿下来了哦。没说要拿下来啊，绑起来。我现在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不会啊，你不是还有很多投资吗？还有红酒的股票啊。股票全部被套牢了，那些酒花都是一些不值钱的货色，送我没人要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哎，沈少爷，这么急去哪儿啊？我姐呢？沈总跟赵律师去外地出差了，要大后天才回来呢。难怪电话打不通，你帮我跟他们联系，请他们快点回来好不好？这个恐怕没有办法，行程都是安排好的。你先跟他们联络嘛，联络上了跟我讲。好，没有问题。谢谢。两位请坐，谢谢，请老师。汪总今天怎么有空光临碧翠啊？因为我儿子对红酒有兴趣，而您又是中国红酒界的商业女强人，所以想让儿子来实习一下。没问题，小事情嘛。等一下我让老陈。叫你不要拉我，你听到没有？有客人呢，你先出去再说。我让老陈先带你们参观一下。好，谢谢。这边请。珊珊，一定要帮我。先坐下吧，有话慢慢说。同学，帮他倒杯茶。珊珊，我们家破产了，房子也被查封了。我知道，法院也通知了沈氏集团，你父亲的财务遭到冻结，要择日拍卖。我应该要早点把它买下来的。珊珊，你帮我好不好？会，我一定会帮你。1万，这些钱你先拿着。这算什么意思？珊珊，我不是乞丐，我不是来跟你要钱的。能不能想想办法救救我爸公司？救公司？你要我怎么救？只要你答应担保，银行一定会债务重组的啊。然后呢？然后让他再倒一次吗？我会经营好，相信我。不是我不相信你，子豪。经营公司不是过家家酒，你至少要告诉我，你打算怎么把你父亲的公司经营好，或者你有什么样的计划方案？子豪，收下吧。你是我侄子，生活上有任何的需要，我一定会帮你。
为什么不帮帮他呀？他现在要重新振作，他需要你帮他。我现在就是在帮他。子豪如果不经过一些挫折，他是不会成长的。